隨住15規劃草案出台，對比14-5規劃咧，涉港部分嘅表述出現咗轉變，反映中央對香港未來發展嘅新思考。首先喺宏觀定位上，14-5規劃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，而15-5就將保持升級做促進。咁體現咗中央對港澳發展態勢嘅判斷，已經由求穩轉向求進，期望香港喺國家發展大局中扮演更為主動嘅角色，由被動嘅維持現狀轉向更為積極嘅推動發展。其次喺角色定位上，14-5提出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而15-5就增加咗服務兩個字，變成咗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呢個意味咗香港唔單止要成為國家發展嘅受益者同參與者，更加要成為貢獻者同承擔者，標誌住香港正係透過自身優勢同國際網絡，為國家發展大局創造更多價值。再者啦，喺產業發展層面，14-5同15-5都明確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嘅地位。而未來5年呢，香港唔單止係提升，更加要喺複雜多變嘅國際環境之下，鞏固既有嘅核心優勢，亦都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，深化法律服務、知識產權、中外藝術文化交流等方面嘅發展，反映國家對香港核心競爭優勢嘅支持同埋肯定係一以貫之。同14-5規劃相比呢，15-5第一次明確提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嘅戰略任務，凸顯國家對香港嘅國際化優勢，為國家吸引同匯聚全球頂尖人才嘅殷切期望。15-5仲第一次提出咗要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。總體而言呢，15-5規劃綱要草案嘅一系列新表述，繼承咗14-5規劃對香港優勢嘅支持，並且賦予咗香港更重要嘅角色，為香港嘅未來提供機遇嘅同時，亦都提供咗行動指南。